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9月29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小米，聊一聊雷总。前两天小米的雷总开了一场发布会，不知道大家看没看总之最近似乎口碑发生重大的逆转。发布会刚结束网上铺天盖地的评论都已经掀翻了锅因为当时发布会我没看，据说发布会的时候那个网上飘屏这个用户的评论就已经失控了，据说惨不忍睹感觉这个小米和雷军的口碑要这个大翻车的节奏。别的不说这个发布会开完第二天，小米的这个股价就大跌8%，上1000亿的市值就灰飞烟灭。那这个发布会不仅没有为小米带来一个高光时刻，助推小米反而成了一个对吧自己的一个毒蛇，让人感觉小米成也营销，败也营销。关于小米的这个发布会网友吐槽说人家苹果就是 iPhone 17是因为前面对吧上一代机器是 iPhone 16，而小米卖这个苹果17呢，是因为人家苹果卖苹果17，这叫对标严格对标 iPhone 这个词。当然了，对标某个企业这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雷总这次对标对的似乎有点这个进入一种偏执的状态。说这个小米17这个发布会上，雷总念到小米这个词20次，但是念到 iPhone 这个词不下于30次当然了，这是个梗大话西游里面的那个菩提老祖说这个孙悟空做梦的时候念2个心上人的名字，给人感觉雷军对苹果更是情有独钟整场发布会居然 iPhone 成了这个主角，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自己进错房间了，还以为是苹果发布会。关于对这个小米雷军的营销很多人在吐槽，我们看一段视频。逆光之王，这是小米新手机的宣传词，听上去是不是霸气十足？谁能想到在最不起眼的逆光角落藏着一行几乎要放大10倍才能看清的小字儿。逆光之王是产品设计目标。网友一句话戳破了本质，这哪里是做宣传，分明是大字吹牛，小字免责。小米把字儿做得跟小米一样，这可不是第一次了。有较真儿的网友扒出来小米超强钢，咱们一听以为是一种钢材的名称，这小字备注是材质项目名称。承诺充电桩终身包流量，但这终身只有8年，是产品规划使用寿命的8年。说全系标配智能辅助驾驶，转头就用小字标注部分功能需要 OTA 来升级，甚至835公里续航也只是广告示意，与续航数据无关。这些小字就像一个个隐藏的免责盾牌，把广告法里不得引人误解的规定悄悄地挡在了光鲜的宣传之外。当年的小米靠众筹起家，雷军一句踏实做产品圈粉无数。现在你怎么变了，玩起抽象营销了？除了小字套路，还有研学数据。新品发布会上满屏都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数字，10531个出音孔，30万个小时研发，2443万种配方，16.8亿种参数搭配，连1块钱硬币的厚度都要站着量来凑噱头。也难怪刘强东会说，这别和雷总比营销。只是这种比套路的营销，真的是咱们用户想要的吗？值得警惕的是，小米的操作绝不是个例。各类产品宣传中以实物为准，特定条件下可达的隐蔽提示，零添加玩文字游戏，多半袋打擦边球。不少企业都把小聪明用在了宣传上，用大字放大效果，用小字规避责任。毕竟做 PPT 比做产品容易，玩文字比搞创新轻松。但这些躲猫猫的小字儿，你们真的不怕被看见吗？突出卖点制造噱头确实能快速吸引注意，捕获流量，但是小字藏掖的宣传艺术却撕开了信任的裂痕。当卖点需要靠放大镜找补例外，当黑科技被小字消解为设计目标，终有一天会转化为口碑反噬。往小了说，这是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往大了说，会让整个行业陷入比套路而非比创新的恶性循环。与其在小字里做文章，不如在品质上花心思。真正留住用户的，从来不是宣传海报上的王者称号，而是经得起检验的真实体验。
毕竟用户要的是真诚，不是套路。小米的营销啊，你说它是营销也可以，但是更像是与消费者啊，与他的粉丝玩的文字游戏啊，什么自研芯片咱就不提了，那个不能强人所难。但是什么逆光之王，它下面加了一个特小的字，意思这是我们的追求。有网友就说了啊，我是北大毕业，对吧？下面也加一行非常小的字，上北大是我毕生追求。还有网友说啊，我是联合国秘书长，下面再加上一行小字，当联合国秘书长是我的毕生追求。还有啊，你比如说啊，有这个脑筋急转弯类型的啊，刚才那种啊是得考你眼力，没看见怪你自己，还有考你这个脑筋急转弯的，说充一次电可以跑1300公里，你说那这个小米汽车你还有什么好担忧的？这个续航问题就解决了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新能源汽车比较诟病的啊就是续航，小米汽车充一次电可以跑1300公里。正当这个较真的网友啊研究它的电池的时候，怎么你的电池这么厉害呢？这个网友是千算万算没有算到啊，人家说了充一次电可以跑1300公里，指的是你中途充一次，也就是你跑到650公里的时候你再充一次，就充了一次电，对吧？你还可以再跑650公里，这不就是1300公里吗？对吧？这粉丝啊惊呼，哦，原来是这样，树上7只猴，地下1只猴，这不是脑筋急转弯吗？不管怎么说啊，这都是吐槽啊小米的营销，某种程度上啊也是小米营销啊一种反噬。这个雷军啊还有小米目前来看啊，似乎是在这个多事之秋啊，因为他推出了2款汽车，一个什么预期是吧，还有苏七。这个预期啊似乎啊遇到了一点点小问题，这个网上流传各种各样的这个客服啊给那个预期的那个预定的车主打电话，我也看了很多啊，因为这个视频录音呢网上比较多，大家自己可以去听一听。我没事啊听了一个，那大概的意思啊说来说去就是因为我没有买过这个预期啊，我也不太清楚它这个流程是什么，似乎是你是不是定的时候啊你已经交了5000还是多少钱，然后后面再交一个多少，是一共是2万，完了是工厂给你下订单，给你就是配这些料的时候啊，部件备件啊，然后准备生产的时候又要你再交一笔钱，大概这意思吧。那么现在很多车主好像是应该都是交了2万，交了2万，然后这个客服就打电话给这些车主核实完了之后问你有没有变化，你是不是真心想要，你会不会不要啊，你会不会退车啊，那客服的意思就是意思啊，然后你要不退车是吧，你不退车你能不能现在把钱付一下，大概这意思啊。那很多车主就很生气啊，我凭什么现在付钱？然后这个客服就问，那你的资金会不会有问题啊？那车主就说了，那我还要把银行的这个资信证明这个存款要截图给你们看吗？然后这客服就说了啊，由于啊这个咱们这个预期啊生产完以后，如果客户没法提车的话，那么给这个厂家会造成比较大的损失，所以啊我们厂家要跟你这多次核实啊，这个中间谁对谁错啊，咱们也不去评判。显然呢是厂家没有考虑到，对吧？厂家想修改这个合同，对吧？希望这个消费者提前付款。本来说交车是20周，结果交车提前了13周，这什么原因呢？怎么它的产能一下提高了吗？显然不是啊，显然是牛吹过头了，对吧？它预计的订单非常旺盛，对吧？买车的人太多，所以你得排队排20周，但实际上13周就交车，对吧？这个已经啊作为一个这么大的企业在这块出问题，就是排期这一块，对吧？产能以及跟这个销量之间的匹配出现误判，那这个也不要紧，对吧？但是你需要这个消费者提前交钱，那这个显然又是违反了合同。我理解的啊是这个汽车厂商他没有想到有用户啊交了2万以后啊，他居然还有可能不提车就不要了，然后跟车厂扯皮，希望把那2万退回来，不退我就告你。那不管能不能退这2万啊，不管最后他们真要打官司的话，谁输谁赢，但这个至少给厂商是不是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一般的工厂啊排期，对吧？生产销售那是非常严格的，对吧？一步算不到，对这么大一企业来说那都是灾难了。那一部车的成本多少呢？咱也不清楚，我们就按20万算，那他只交了2万，那个车如果没人要，那这个18万怎么办？一个人这样，对吧？要100个人这样呢？1000个人这样呢？1万个人这样呢？从小米客服，对吧，给车主打电话，这个因为网上这样的录音特别多啊，那不是说一个啊，那至少说明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所以我认为啊，这个小米作为一个新进的这个汽车厂商，他在这一块他没想明白。第一个就是他没有想到人家交了2万，恐怕还有大面积的人冒着风险他就不要车了，2万能要回来那最好，要不回来有的人就认了，那这个给厂商的打击还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呢，就没想到啊，这个他的这个销售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也就是订单并不那么饱和，并不那么满，影响了啊这个汽车厂商的这个现金流以及它的生产安排。
小米自己拟定的合同，现在自己不想完全遵守合同，但是希望客户继续遵守合同。那你说这是什么个逻辑？哪个客户愿意当傻子呢？所以小米啊，在卖车这件事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把几十万的车啊当做一件普通的消费品在卖，交2万块钱就可以安排生产，万一大量的客户中途不要，那怎么办？资金链跟不上，那怎么办？所以说啊，还是小米造车的时候啊，没有仔细考虑到这一点，就是这个风险了。他们恐怕还是想象着啊，这个只要一营销，那么订单就来了，订单爆满，交付忙不过来，哪里知道啊，居然还有很多客户宁可损失2万定金，也不要车的情况。那这个具体为什么有人宁愿损失2万定金，也不要车了呢？这里面也有几种情况啊。一种我认为啊，恐怕是跟这个炒小米预期的车的黄牛有关系，因为这些黄牛啊，以前炒小米手机或者炒这个苏七，恐怕有人挣了钱，他就利用这个口碑啊，利用营销，对吧？小米还有雷总的这种营销能量，造成一个饥饿营销。那有很多年轻人就想买一部啊自己心爱的看得上的车。当这个订单啊饱和的时候，就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个车的时候，那订单就饱和，订单一饱和，他就排的队特别长，对吧？我记得好像有营销的时候说排队排1年，那你说你要真喜欢小米汽车，你是等不了1年的，所以你有可能就要加价，所以这个黄牛就出来了。越是这样，黄牛就越能从中赚钱，那黄牛就越的去抢，对吧？去这个排队，黄牛越去排队，有黄牛人家有手段呢，越去排队，那普通的这个小米的这个爱好者他就越排不上，他就越着急，他越要去找黄牛，所以这个形成一个对黄牛来说啊是一个正向循环，黄牛就能赚钱。好，那现在恐怕预期的时候遇到问题了，这个没有预期中那么好。你想本来是20周提车的，现在改成13周提车，还有说2个月提车，那你说谁还愿意去加钱跟黄牛买？你不加钱跟黄牛买，黄牛在前面排队的吧，很多是黄牛订的，有人本来想倒一手赚钱的，结果一看这行情算了吧，这个车在二手市场恐怕跌价跌得很快，而且也没有那么多人热捧，对吧？是不是有人就开始不要这车了，他就想折，要把这车转让不加钱，或者是少赔点钱转出去，在他没有转出去之前，他肯定不会交尾款呢。这是我分析啊，也就是说啊，说来说去就是预期啊没有想象中那么火爆，导致黄牛这个算盘落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什么呢？就是原本的啊小米的忠实用户真的交了2万块钱，但是他遇到问题了，当时是对吧？因为你的营销啊，导致你的粉丝啊叫冲动消费，但是脑子一热，2万块钱交了，然后想分期付款，先开着，对吧？先享受着，先炫耀着。但是这里1个月或者2个月里面，不知道这个人遭受了什么啊？或许对那个小米汽车的那种狂热啊，逐渐降温。想一想，算了吧，毕竟小30万呢，你这挣30万多难啊，后面尾款还要交，所以说啊，有人也后悔。这个咱们的节目还介绍过啊，对吧？是杭州的吧，还是浙江一个女士，本来想买这个小米预期，也跑什么网约车的，后来家里遇到变故，然后就要退订，对吧？那一想把那个5000块钱要回来啊！我想这种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退订，这也是不少数人呢。所以总体上来说啊，实际上就是啊，小米雷总啊这种过度营销啊，引起了消费者的这种反感，引起了反噬。我看啊，这个雷军啊也有滑向这个老登企业家的这个趋势啊。什么叫老登企业家呢？简单点说啊，就是说他在过去那个环境里面，过去那个背景下，他摸出一条路出来，他搞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也就是消费者吃他那一套，简单粗暴。结果到了现在啊，新的经济形势下，新的环境下，他依然用那一套，他完全不顾消费者的感受，我行我素，这个就是老登企业家。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啊，你又要骗我，对吧？又要忽悠我，我们希望你能换个方式，结果他就是不换，换的话他也是换汤不换药，他不仅要赚你的钱，他还要侮辱你的智商，这一下消费者就不愿意了。这我就举例子啊，你比如那个西贝，对吧？西贝你预制菜不预制菜的，好，你玩这种概念，对吧？正好趁国家这个相关标准啊比较混乱，那你就玩了，对不对？完了你还教育消费者啊，这些老登企业家是吧？他是你来消费，我本来花钱来买服务的，结果你是买教训的，我要教你，我要告诉你什么叫好啊，什么叫口味，什么叫这个高端。你是消费者花了钱还挨别人这个呲，感觉自己被人看不起，完了之后再给你来点鸡汤文啊，疯狂宣传，对吧？什么北京的大爷在西贝啊是买了馒头还是买什么，要送出一套房，对吧？什么1岁的
孩子不吃饭就要去西贝，这个老套啊，这是在10几年前那个传销啊，还有那些卖保健品、卖什么按摩椅、卖什么这个磁疗床的时候附在后面的那些文章，那个文章大概率就是这个宣传这种超自然能力啊。总之这玩意你只要一用上，你马上就能好。你看瘫痪10几年的人立马就坐起来了，下地不仅能走还能跑，都是这种文章。这都是10几年前的套路啊。10几年前那个你看啊，什么送礼只送脑白金，就是简单粗暴，而且这反复重复，就这么一句话反复重复给你洗脑，这叫简单粗暴。果然好多人就买脑白金，因为他记住了，老登企业家就把这一套还搬到现在，消费者已经长大了，心智啊越来越成熟，结果这个老登企业家这一套呢他不改。所以当前的矛盾啊，是这老登企业家固步自封和消费者啊日渐成熟的这种心智之间的矛盾。具体到这个小米这儿一样的道理啊，对吧？10几年前他学这个苹果，他搞这种饥饿营销，对吧？他玩这种鸡汤文字，他玩文字游戏，他玩各种对标，没毛病。但是现在的吧，你要拿出实打实的成绩出来，你这个时候还在玩这些文字游戏，消费者他已经被骗过1次2次甚至3次4次了，对吧？你就是骗他，你得换个花样，你花样也不换，那消费者也不傻，对吧？上一次这个是不是雷军宣传什么钢，特种钢啊，超强钢是吧？我估计他是对标特斯拉去了吧？特斯拉那个叫什么 Cybertruck， 外面那个钢不就是用在那个火箭上是吧？那钢硬度子弹都打不通。我也不知道是雷总啊，估计是有了灵感，他自己造个词叫什么超强钢，又是一样啊，老套路，下面写个小字，超强钢是一个名称，超强钢是个项目的名称。那你这个和1号土猪肉，对吧？铅和磷添加不是一样的吗？结果你这个啊，你要玩2回，对吧？什么逆光之王，你下面来个啊，这是我们的追求，你这个，所以说米粉呢，他不能忍了，对吧？雷军啊，小米，你好歹你标榜是高科技企业啊，对吧？你跟那生产酱油的，跟那个卖猪肉的，完你已经堕落的跟他们一模一样，对吧？你的营销居然跟人家一样，你这是在对你的消费者不负责任。就是说你赚了人家钱，还要侮辱人家智商，你说谁能愿意呢？所以我说这个雷总啊，你再这么下去，马上也要被米粉啊贴上这个老登企业家了。当然也有人说啊，小米这么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因为现在的广告法非常严格，对吧？你要说你是第一，那不行，对吧？广告法叫他罚你，是这样子啊。所以说他营销的时候，他下面啊，为了保全自己啊，为了这个合规，加一行小字来规避那个广告法啊。当然不管怎么说，对消费者来说，你这是不诚实，遭到反噬啊，也很正常。我为什么对这个雷总啊有这个感觉啊？这一套营销啊，你在过去啊经济条件好的时候啊，大家信心都比较足，大家都未来预期都比较好，所以这个时候你营销，对吧？你搞点这个情感价值或者叫情绪价值，你同样的一个产品，你讲讲故事，讲讲自己的这个愿景，对吧？你把你的这个商品赋予了某种这种积极向上的东西啊，或者是某种追求，消费者愿意为这些东西买单，大家理解吧？就像我记得10年前是吧，出来一个叫什么江小白白酒，大家一定要记住了，白酒这个品牌是非常难出新的啊。那白酒讲的是文化，讲的是历史渊源。你说突然冒出个白酒，你说我搞个叫长江牌白酒，我告诉你，你根本就卖不出去，没人搭理你。也就是那个白酒的新品牌是非常难这个立足的。但是是不是有个江小白？这个江小白就是另辟蹊径啊，它实际上它就是普通的酒，白酒啊，它每一瓶白酒上面给你打了个标语，青年人的口号，是不是这样？结果你看啊，刚开始就得到很多年轻人的认可，它销量还不错，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就是人家愿意为某一句话、为某个情绪买单，这是经济好的时候的一个特征。但是现在经济形势不太好的时候，你看江小白的销量，现在是不是江小白营销也不行了，这个销量也不行了，也就是说没有人再为你这么一句话我们买单了。粮食酒多的是，对吧？酱香的酒也多的是，茅台镇全是，对吧？现在连茅台都卖不动了，茅台都要降价，还在降，对吧？现在降到1700，很快估计啊到它的市场指导价1499，就是茅台都扛不住，那二线的那也扛不住啊。所以白酒的价格都是往下来，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是消费者消费能力不足，叫降级。再加上白酒啊，现在年轻人很多人不喜欢，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你说让年轻人再去为你那一句话买单，是不是难度大得多啊？对吧？你那种营销就过时了。所以雷总这个小米也是一样的啊，对吧？10年前你讲个故事，你那个营销饥饿营销可以，但现在呢，大家越来越务实啊，因为口袋里没钱了，为你这么一句虚无缥缈的
一句话掏钱，那个时代过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或者是咱们这个网上接触的信息还是有限的。就是小米的车主，第一个是对吧，普遍年轻化；第二个，我看小米的车主好像经济状况都并不是很好，对吧？至少好多出事，你看出事的啊，年轻的女大学生，对吧？出事的还有农村的，家里父母给他分期买了一个这个什么速七，对吧？还有那个在那个摩托车群里面给人标直线的，对吧？然后后来这个刀兵相见，这是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个小米的用户，一是经济状况堪忧，第二个心智好像还不太成熟，那就跟你这个小米文化有关系，对吧？你的宣传营销有关系。不是我黑这个小米和雷军啊，实际上雷军在造手机的时候，我对他的意见没有什么意见，我觉得反正不容易嘛，对吧？中国的手机企业，对吧？雷军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忠厚诚实的啊，但是现在你得打个问号了，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啊，雷军啊营造的这种人设，这个能不能立得住都是个问题啊，对吧？我一直说啊，因为手机不涉及到安全，对吧？也就是个消费品啊，也就4、5千块钱，贵了6、7千，小米的手机嘛，所以说无所谓，它没什么大的危害，顶多手机电池爆炸，小米好像电池爆炸也少，所以雷军造手机我很少去评论啊，他搞饥饿营销，甚至他搞这些，对吧？文字游戏，我觉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对吧？这个消费者啊和这个品牌共同成长，水涨船高吧。但是自从雷军造汽车以后啊，我对他的批评就多了，我经常关注，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汽车是涉及安全的，大家记住了啊，这个汽车不是涉及这个驾驶员的安全，车主的安全，它还涉及行人的安全呢，对吧？它涉及公共安全呢，你不关心这个，它涉及到公共利益了，它不像个手机啊，手机你揣你自己口袋里面，碍不着别人事啊，对吧？如果满大街都是那种小年轻，对吧？心智不成熟的，开个小米的汽车在那，你说这会出什么事？所以我对雷军造车以后啊，我对他的这个关注啊、评论啊就多了，我更关心汽车的安全。你忽悠那些年轻人心智不成熟的，忽悠那些经济条件状况不好的年轻人去买那个，他那个车也不便宜啊，对吧？都是小30万，现在你说人挣个30万多难，对吧？我觉得这比忽悠人家去买房这个还恶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买了房，对不对？房不管怎么说吧，它还是一个东西放在那儿，然后它没有什么危害性啊，对吧？它无非就是贬值啊，这个房子价格降了，它也不撞人。你买个汽车可不一样了，这个汽车不仅价值在贬，对吧？你那个新能源汽车开5年就没有了吗？或者是开个6年就相当于报废了。你6年以后房子还在，不管它值多少钱，房子肯定是在的，对吧？你这个新能源汽车6年，哎，我给你再放几年，10年，那玩意儿还值钱吗？就没了，对不对？可以清零了。完了，那东西你保管不好，还会出安全事故啊，对吧？弄得不好成了一个杀人工具啊，对吧？这给公共安全造成危害啊。前2天啊，网上一个热搜话题，我一看好像是个汽车厂商搞的，叫有了30万，你打算怎么花？那个话题引导的就是买某款车，不是小米啊，是另外一个牌子。但是我本来想做节目聊一下的，后来没有聊，对吧？我如果说啊，你有30万，在买车和买房中间选，那我建议你不如买房。虽然那个房子恐怕要贬值，但是啊，你不10年20年房子还在啊。当然了，最好是把它存在银行。如果非得选，说你必须要买一样东西，那你就买房。车是消费品，车是消费，真正的消费。这个咱们说的有点远了啊，说的还是雷总的这个发布会，也就是雷总啊，离这个老登企业家还差那么一步啊。如果后面他不改，继续这样，对吧？江郎才尽，还玩他那些文字游戏，还继续玩这种大字小字，继续玩脑筋急转弯。哎，说他那什么手机薄是吧？比1元钢镚还薄。你说他就是脑筋急转弯啊！1元钢镚还要薄的话，大家就想着1元钢镚多薄啊！结果人家说那钢镚是立起来啊量，你说这叫什么事？哪里有一点点诚实啊？只能说啊，现在这个经济环境下，现在的这个自媒体对吧，或者是叫社交媒体时代，消费者已经不吃你那一套了。你可千万别把以前对吧行之有效的办法继续强行灌输给消费者，那就会引起反感，对吧？雷总啊，还是要拿出自己的这些真本领出来，对吧？对得起消费者啊。当然了，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这个也凸显出无论是手机还是汽车，对雷军来说压力都非常大，对吧？这个我们个人都这样的，对吧？就像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一个这么大的企业确实也是，对吧？叫不进则退啊。这个市场是很残酷的，淘汰你的时候根本就不会跟你商量，也不会跟你打招呼，你可能就没有了。所以我也觉得啊，这个小米、雷军他们现在压力是非常大，但是压力大，你越是压力大，越不能忽悠消费者。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